一碗花椒水治療身體嘅多種疼痛，成本唔使5蚊雞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廣州醫科大學附屬中醫醫院嘅周晶醫生。好多人咧睇到咧中醫啲內容咧就好容易直接咁劃走咗，不過咧冇乜關係，能夠幫到一個就係一個。只要有一個人咧同我點讚，我都會用心咁做好呢個健康嘅科普。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呢個便宜又實用嘅小藥方。今日咧教大家咧就係一個治療身體多種疼痛嘅問題嘅藥方，尤其咧。對於一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啊，會經常覺得腰痛啦、腳痛啦、關節痛，上個廁所咧踎低佢都覺得好困難嘅，或者咧有啲頸椎病啦、肩周炎啊，或者係椎間盤突出嘅呢啲問題，唔使太多嘅錢去買一堆藥嘅。今日咧教大家一個成本唔使5蚊雞嘅小藥方，材料好簡單，喺廚房都揾得到嘅，就係用花椒10克、枸杞10克、生薑5片，去咗核嘅紅棗3粒，一齊放落個煲度加水煲滾佢，咁就可以飲啦。咁呢碗花椒水咧就有散寒除濕、溫中止痛嘅作用。每日咧飲佢一杯就可以對症治療各種寒濕侵襲身體導致嘅各種疼痛。大家記低未呢？